好犀利喎！你真係咧，你又做咗喺香港成為一個註冊中醫啦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嘅，即係修女做中醫咁樣。其實係幾時嘅事，同埋點樣開始嘅咧？好奇怪，開始係陪一位修女去睇中醫嘅，去睇針灸，即係睇醫生，佢要去。係啦。咁個針灸女醫生咧就睇中咗我，就好想將佢啲技巧傳俾我嘅。咁我初都唔明白呢個針灸係咩一回事，尤其是喺中醫我冇咩常識嘅。係。咁但係經過佢嗰個熱心嘅指導咧，佢仲親身努力咁樣教導我，咁所以引起我興趣。後來我哋就參加嘅針灸班啦，咁亦都參加其他嘅講座，咁亦都係考試合格。咁啊，我係第一批係喺香港註冊嘅中醫師，就唔需要考試，因為師承。咁有冇30-40年前嘅事啊？有冇30年前？應該係1989年開始，我註冊係1992年。哦，OK，有喎，即係30幾年喎都。任何有興趣嘅人士咧都可以參加嘅。咁如果真係對於中文方面係有好深厚嘅認識咧，就係一個先決嘅條件咯。係。如果係真係可以係話小學程度都冇所謂，就只有辛苦啲。係。因為藥方咧係我哋係有緊㗎啦。係。就同埋咧，我哋最緊要有經驗。咁一路做一路攞取經驗，然之後去深入自己個知識，去幫助其他嘅病人能夠舒緩下佢哋個病咯。你有冇為自己針灸㗎？得唔得？有啊，首先係為自己先㗎。OK。咁所以初咧就覺得好奇怪，點可以自己落針咧？但係你唔試下呢一個先決條件咧，就唔可以做咯。咁你驚唔驚啊？當時即係幫自己落針嘅時候，自己針自己唔驚㗎，而家都可以針自己針㗎。OK，一定要㗎。但係我哋咧而家多數用指針，用手指代替針。OK，係。但係每做一件事咧，都要首先要有興趣。如果係冇嘅時候，你要培養下自己對某事嗰個深入嘅研究啦。咁真係我哋以一個心去做，唔好話表面嘅應付就得啦。咁最緊要即係話有一個同理心啦，同埋呢個時時放出一個正確嘅正能量。使到其他同我哋周圍嘅人咧，都可以容易同你去接觸啦，或者你可以使到人哋好容易去親近你咯。我哋今日就好多謝 Sister 你嘅時間啦。咁我哋希望譬如可能遲啲啦，我哋又再可能又再揾你，又再傾下偈，做下訪問，又再對你了解多啲啦。多謝你哋，多謝。我希望將一啲知識咧，能夠分享到與其他嘅人一齊去做。係，多謝。